大家好啊！我推出咗個免費嘅 YouTube TradingView 課程，咁大家可以去下面嘅連結睇一睇翻呢10堂 TradingView 嘅指標課程，可以幫到你哋用一啲指標去觀察到底點入市。同一時間我亦都會有一啲限時嘅免費 Zoom 線上分享會嘅，亦都有一啲線上嘅財技課程啦，歡迎大家可以報名。如果你有咩問題嘅話記得 WhatsApp 我哋。Hello， 大家好，有我大師兄啊！過去講過好多關於我哋點樣去係世界股度揀一隻世界股，然後買入賺錢。咁今次都要講一講我哋見到一隻世界股出現咩情況，我哋就要去做一個指示嘅動作啦。咁呢一隻就係893啦，咁就亞太金融投資。咁成隻嘢我哋係5月21號已經走一部分啦，然後就5月22號唔對路啦，我哋就平晒倉。咁亦都係因為咁樣我哋就避開咗一個比較急速嘅下跌。咁當然啦，我唔可以話依次下跌一定係一個散貨導致咗下跌嘅。但喺我哋交易上面講一講我哋見到啲咩喺高位嗰度出現咗咩情況，所以我哋提前去指示咗呢隻股票先。如果大家中意呢類嘅世界股分享嘅話記得 like、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撳埋個鐘仔就 perfect 啦。事不宜遲，立即開始啦！講一講我哋點樣步入呢隻股票嘅陷阱咁就當然啦，即係蝕咗就唔算好多嘅，咁少少嘅啫，因為我哋大概輸咗2成左右。咁喺一隻世界股入面我哋賺要賺得多，輸我哋輸得少，咁就成個交易嚟講就 OK 噶啦。咁就唔係話隻隻都要中。咁好多情況下我哋有時候唔知道見到一隻股票遇到咩情況，我哋會指示嘅。好啦，嗱，呢一隻係一隻白仔嚟嘅，本身呢一隻係一隻創業板，同埋有一個創業板嘅情況大家要留意喎。呢一間公司係如果冇記錯係屬於有一張公司嚟嘅。咁如果大家唔明白咩有一張公司嘅話亦都可以上網 search 嘅。咁如果大家都係唔肯定自己嗰隻係咪21張公司咁你可以上網打21張公司啦。咁就係有好多間公司其實喺市場上都係21張公司嚟嘅。咁大家可以上網打嘅，係啦。咁就893就係一隻21張公司啦。咁就我哋解釋下當初我哋點解會入呢隻股票先啦。如果大家拉翻去2020年開始睇呢隻股票嘅時候大家會見到其實佢做咗一個動作嘅。第一個動作就係合股再加供股。嗱，呢個情況就係喺2020年合股，然後再進行一個供股嘅動作。咁完成咗之後其實佢原本都係好地地嘅，炒高佢。咁我哋睇翻當時嘅供股就 0.05 啦，咁就10合1。咁所以去到呢啲位你見到 0.5 佢又唔屬於係供錢呢 part 嘅。咁但係你見到啦，完咗之後好快呢隻股票跌咗落去。咁呢段時間你見到喺高位間唔中都有100萬嘅成交啦。咁又有唔少嘅成交啦。咁我哋睇翻內幕交易嘅話其實當時就睇唔到有大股東嘅變化啦，或者太多嘅唔同嘅新股東出現嘅。好啦，直到去到2022年就出現咗一個重新嚟咗次5合1嘅動作啦。咁通常有機會5合1嘅話係一啲正常世界股入面有機會係進行一啲股本重組啦，例如間公司入面啲殼入面需要清一啲負債嘅話就會進行股本重組噶啦。有機會再同大家解釋一下咩叫股本重組。咁好啦，嗱，呢一度你見到一個新嘅股東石偉傑。咁原則上其實佢得1% 嘅啫，就可以忽略不計嘅。直到幾時我哋開始留意呢隻股票就係2024年嘅7月23號，見到完成咗配股嘅，配完股之後即刻有個大股東余曉格，其實都唔係太重要嘅。你見到有2個人係增持咗呢隻股票嘅，分別就係余小姐啦，應該係余小姐嚟嘅。咁第二個就係劉勝男啦。咁你見到啦，呢一隻股票其實就好快大概配完股之後2026年有一棍就即刻打上去，大概100萬左右。嗱，喺一隻世界股入面呢個 good 嘅升幅。何謂之 good 嘅升幅呢？呢一隻股票喺咁多年嚟合股做過2次啦。OK， 供股配股做埋啦。咁突然之間有大成交喎，咁我哋當然留意呢隻股票啦。咁幾時開始入呢隻股票同埋留意呢隻股票好啦，嗱，當佢升咗上去之後跌咗落嚟 ，OK， 開始將佢成交縮度極細啦，幾萬蚊成交，而且喺低位嗰度開始有一個 settle 嘅情況我哋就開始留意呢一隻世界股啦。咁大概我哋嘅均價0.35左右，咁呢一個0.35嘅位置同埋0.2幾嘅位置，其實我自己都有做加注嘅。咁其實一開始其實都幾靚仔嘅，你見到打高
OK 打高，連續2日打高呢隻股票啦。咁當然我哋以為坐定粒搏啦。咁咧其實我中間都有少少平過倉嘅。咁去到大概之後發現呢隻股票咧太耐啦，好立啦。咁我哋開始我自己有少少平倉啦。嗱，你睇到呢一個情況咧，其實喺一隻創仔嘅世界股入面咧，我哋會加倍小心。就係咩咧？就係佢喺高位咧開始有成交量，而且係唔少嘅成交量。多嘅成交量，而呢隻股票咧竟然冇選擇向上升啦，我哋就要留意呢個情況，到底呢隻世界股有冇少少問題啦？你無啦啦行埋嚟，然之後跟住第一堂都未上地話，喂，俾我諗下你，俾我諗下 list 你，我俾你啊，我會囂死你啊，你明唔明啊？我講堅嘅，所以我哋一定要有晒腦、有晒心法、有晒知識之後，跟住你先至會探到最尾嘅嗰把工具。嗱，我唔知你哋有冇啦，或者你有冇發覺到啦？自己上一個導師一開頭上嘅時候就哇好正呢個導師掂啊 ，OK 得啊 ，OK 上多一陣，完全都冇用嘅。跟住又下一個咯喎，掂啊 OK 啊得啊 OK 啊，跟住嗰陣又冇用嘅，又下一個，個個老師都唔得嘅，換咗好多個之後，其實你會唔會開始去諗一諗一件事，究竟係邊個唔得咧？你跟住我哋個 system 一路行，定會揾到你自己短炒啊、長揸、炒財技股啊、長勢股啊、退休股啊、炒盤道啊、牛熊啊、新嗰個人，總揾到你嘅嗰個啱嘅嗰個人。然之後嗰一個玩法去玩嘅，但係都係嗰句要呢啲時間嘅，逐步跌落嚟。我哋睇一睇咧大股東嘅內幕交易先啦。咁你見到啦，喺高位嘅期間咧，大股東係不斷咁樣咧，係間唔中增持下啦，又間唔中減持下啦，不斷咁樣做唔同嘅動作啦。去到最尾咧，呢一個大股東咧減到咧大概得翻3.幾% 嘅啫，即係佢由一個控股嘅股東咧變成一個唔係控股嘅股東。咁好啦，嗱。如果咧我哋睇呢一度嘅話咧，好多時候咧我哋要留意啲咩咧？嗱，我哋一定要第一樣嘢要留意就係、當呢一隻世界股咧，去喺特別係8號仔啊，即係創業板嘅股票嘅話咧，當呢一隻世界股大概有8000萬市值喺高位咧不斷咁樣交易嘅時候，而佢未能去及時創到新高嘅時候咧，呢段時間我哋就要開始留意隻世界股到底係唔係發生咗啲咩問題，到底係咪有人趁機不斷減持，甚至唔想要呢隻股票咧？因為其實創仔啦或者21張公司咧，佢本身咧可能係對於新嘅投資者未必係咁吸引嘅。OK， 咁當然啦，唔係話呢隻股票之後完全唔炒嘅。只不過咧，我哋見到高位有啲問題啦，我哋優先避開佢啫。好啦，咁呢個股票就係犯咗我哋第一個唔想見到嘅地方啦，就係咧，當佢炒高嘅時候咧，落翻嚟橫行，成交不斷增加100萬、280萬 ，OK 520萬，但係咧只係見到咧大股東咧減持嘅部分，就見唔到咧有任何咧股價打高嘅情況嘅。咁直到咧呢一度咧股價雖然打高啦，但你見到咧成交咧係800萬啦、300萬啦、400萬啦，但係隻股票咧係冇因為打高嘅情況下咧令隻股票上升嘅。OK， 同一時間呢一隻股票咧係每一日咧都有一個穩定嘅大成交喺高位出現。咁當然啦，我唔知道呢一隻股票最尾佢係散貨俾邊一個啦。咁因為 CCASS 都仲未睇得太清楚。咁咧，我亦都咧擔心呢一隻股票咧未來會有更下跌嘅風險。所以咧，最主要咧，我離場咧就係呢一日啦。呢一棍咧其實咧我就未離場嘅。咁大概係呢一棍，即係5月22號一棍。點解呢一棍咧要離場咧？嗱，就唔係因為大股東減持嘅。早一日咧，我已經見到咧大股東咧係有減持嘅跡象㗎，由7.1咧減5點幾減到最尾咧大概如果以最後咁睇嘅話，其實佢最尾咧係由7點幾啦。OK， 減到最尾咧，自己有6.05% 嘅。OK， 咁第二日咧，其實你已經見到咧，佢已經由主要股東啦變成唔係主要股東噶啦，即係佢由hold 緊5% 以上變到成為hold 緊5% 樓下噶啦。OK， 同一時間啦，你見到咧呢日嘅下跌咧係伴隨住大成交嘅下跌，咁我哋咧就要更加小心啦。OK， 嗱，大家睇一幅圖咧，同震倉嘅圖咧，其實咧往往係唔同嘅。嗱，我哋而家咧俾大家睇一睇咧一隻之前我哋講過股票，然後震倉嘅圖對比翻咧，到底呢兩隻股票咧有啲咩分別啊？好啦，嗱，呢一隻咧就係8431。嗱，大家唔好睇呢隻股票咧係8號仔，同一樣道理嘅啫。其實佢都有打成交嘅。你見到咧，佢嘅成交係非常之穩定，而且咧你係見唔到咧有任何嘅大股東離場嘅跡象㗎。OK， 見唔到有任何嘅內幕交易喺炒高嘅期間出現㗎。
好，但係咧其實佢都有下跌嘅，keep 住下跌，keep 住下跌。但下跌嘅期間咧，如果你留意成交額嘅話，其實穩定咧喺大概100萬樓下，從來咧都冇高於100萬好多嘅。OK， 大概80萬啦，110萬啦，然後132萬啦，100萬啦，然後低位咧 keep 住，就算跌咗落去咧，都係 support 翻上嚟，然後重新再升嘅時候咧，係 keep 住有破頂嘅跡象嘅。但我哋睇一睇翻893先啦。如果咧我哋解剖翻幅圖嘅話咧，前期咧其實係同8341係非常之似嘅。OK， 跌到落低位啦，冇任何嘅成交出現嘅，亦都係成交縮咗。OK， 同一時間啦，到有成交出現翻啦，隻股票咧係升翻上去嘅。但係佢出現咗一個咩問題咧？就喺內幕交易入面咧，大股東啊，即係講緊over 5% 嘅大股東，其實佢出現嘅頻率係有啲多嘅。你見到咧係不斷增持又減持 ，OK， 第二日又減持翻呢一隻股票。同一個情況就係咧，佢除咗係8431啦，你見到佢嘅下跌咧，其實伴隨住嘅成交咧好穩定嘅，都係100萬，OK， 200萬、100萬、100萬 ，OK， 炒翻上去嘅期間咧，都係200萬到100萬左右。咁當然升嗰日會比較大啲啦。但係呢一隻股票咧，單日向下跌嘅期間咧，特別係臨尾收市之前咧，佢係下跌得比較急速嘅。OK， 咁咧就會有一個咧，佢係指散貨嘅情況啦。OK， 咁當然啦，去到呢一刻咧，由於我都係嗰句未睇到 CCASS， 我就唔肯定佢散貨嘅。咁當然啦，呢一隻股票咧係蝕少少離場嘅，大概20% 左右啫。咁咧亦都好彩啦，就唔算好多貨啦，因為呢隻股票本身其實你都唔係話好夠膽買好多貨嘅，因為有8仔啦，有21張啦。咁當然唔係所有21張公司都唔好嘅，大部分21張公司咧，其實近呢幾年都有炒作嘅空間。係呢一隻咧畫到幅圖咁核突嘅啫。OK， 咁好啦，咁所以咧，大家記得如果當你睇呢一隻股票嘅時候，見到有我啱啱講嘅情況，就係有大成交，但係又唔升，而且成交咧長期地大 ，OK， 大股東好多動作，同一時間跌嘅時候，向下跌嘅時候，成交開始變大。遇到呢幾種情況咧，大家就要諗清楚自己隻世界股係唔係要 hold 咁耐咧，或者會唔會減一減住會好啲咧？好啦，今次就分享到呢度。如果大家對於世界股有任何問題嘅話咧，記得喺下面留言 ，OK， 或者 WhatsApp PM 都可以嘅。我哋下集再見。